嚴重 M 痛係咪卵巢有事？月經不調係咪有機會患癌啊 ？Stop， 唔好淨係識上網 search， 自己嚇自己，不如直接去做個檢查。我今日直接帶大家實測香港國際專業體檢協會嘅婦科檢查，一入到嚟環境超級乾淨舒服，仲有靚海景 view。由登記開始就係1對1服務，每個步驟之前都會解釋流程，成件事係安心好多。呢度仲特設女士專區，私隱度極高。今次呢個婦科檢查計劃非常齊全，有77種檢查項目，包括超聲波、抹片同埋癌症標記，由專人專業解說到檢查，過程又快又溫柔，做完即刻安心晒。呢間公司有自己私營嘅化驗所同埋基因科研中心，所以會用翻亞洲人嘅基因數據去做 base 嚟分析，數據會更加精準同埋符合香港人嘅情況。重點嚟啦，呢個婦科檢查依家做緊網上新客優惠，只係2580蚊就可以 check 到77樣嘢。有興趣嘅女仔可以去 info box 條 link 度了解下。